类似的，那个这个课程，英雄的，作为各位大家晚安。厅长晚安。讲古，人才见面好像1个月是2次的那个。其实我上的这个课程，刚开始给他们回想呢，刚才这个他换线换圣洁，我们还记得吗？只记得他叫换讲师，有没有记得他叫换圣洁？神圣的圣啊，节去的节。他真的是，好像真的是非常相当的投入在这个这种导师引导在探究修道的一个路程，能体会得到说从他的对程非常的神圣。今天他的课程业力跟业力，实实在我们的好像随身不离。当然我们感动两边，相信我们在这个这一点，我相信我们感动主动稳定，业力本来非常的强烈、强势，很漂亮。业力真的不可思议，渡流没来我在刚刚莫名其妙，就舍不得怎么这么好的人才，这么好用的，在道中呢，做出这来讲，就显清楚这里面把它做作为一定在探修，基本上要化作，那我们有一些好像很舍不得，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我们常常在讨论这个业缘，因为累劫也是我们过去式。或者是说进来一寡因亲这个罪过错累积，可能我就去，干嘛讲呢？这个咱能够去业力的功德去抵这个业力。当然，也许马清姐那我同学因为他这辈子修的非常的好，可是他这辈子的他的所记住的条件也经济，也身体，也人脉问题，有种种的受限当中呢，我要么做什么办的参悟这个道路的精心来勇担，所以心有主意不足。所以我们现在原谅你，老师慈悲，我们好，你去学习这个新建一点啊，可惜呢，你去学到当然你这。囝是大人，啊你是头路，啊你经济，啊你也肉体，有可能讲好过你机会，马上过你转过去。咱若想讲课业不，咱来相信，也许真是相当的这种巧妙的安排。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读书到底是在当下的领域。也许咱同学我也刚刚，很好的在那，给你，我大部分的走。真正我来感觉是，因为迄眼睛遐里，可能现在里面处理那个剧组算是给他一个更好的条件，更好的技术的难点，因为他非常的难得，所以说我们很幸运能参与到组织的承办这个担当这个传道的这个企业，然后学习体会到过讲之后，他这个设立情形。好像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不简单讲殊胜。按这个课程让我们去体会到，我们这一次能修道学道，大家非常要用心的、战战兢兢的，不要轻易的太随便随意自作主张，因为这样子我们容易犯过犯错，然后说不定会严重的犯罪。今天的课程让我们体会说，真的是我们要相当的节省度要高，应当高的，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意识太强势，我们还是乖乖老实的，就是点头是听道中的情形，有这个他们的道路的安排，然后这个课程的一些量
这个是大概是成年人了，然后大家要提起精神大家好好的把握珍惜这次的经验，以后学习机会看他们表达能力非常的欠缺表达一个不足的，等一下请助理跟我们谢谢大家来再给我们一些意义，给我们指导，一小